收看今日福喜来呢个节目，今日开始了，当然了，大家咧讲嘛，咧讲牙齿嘅保健哦，所以非常嘅重要。你上可能係講牙齒率體冇牙齒哦，做嘛嘅事情，是東西都非常嘅辛苦哦。你今日要請到線上啦，大家好好嚟分享一下。所以大家咧要請你今日嘅線上，其實你台北自己依然牙科普嘅線上宋明儀線上，歡迎線上。大家好，我係宋明儀，今日當分析來聊到大家聊一聊牙齒的部分。哇，線上吼，你真的讀鏡頭面前可能非常嘅後生，對不對？因為講到看牙齒，大家都好怕的動鏡。不過看到按後生嘅線上，是不是會覺得有一點點緊張？想說，哎呀，這個醫師這麼年輕，佢到底唔會呀？唔會會不會？在你們牙醫界會不會有這種感覺？會有嗎？不會啊，應該是說，雖然講我看起來都年輕，但是呢，我賺牙。對，動轉牙，然後而且我講話談起來都溫柔嘛，所以我的聲音基本上都非常的就不會怕。對，為什麼一開始到線上講哦，其實不是要對醫生不敬，是要講說，其實看牙醫是很親密的事情。是，對，沒錯，因為讓線上之間建立着信任感，對不對？就是我相信你。然後我也覺得你真的會好好的幫助我的牙齒，對不對？我一般已經講到看牙齒就好緊張，會不會？對，會。咁基本一開始到大家都分享係嘛嘅咧，就是牙齒對我們來說真的非常嘅重要。因為當中因為講，牙齒唔好，身體就不好，這是真的嗎？係啊，冇錯啊。因為你食東西時用牙齒嚟咬嘛，你咬好吞落去，你胃腸就會好嘛。所以如果說你的牙齒唔好，體感會影響到的是你的消化系統，就是衝服的部分嘛。你咬唔好，食物就不會爛。沒錯。那樣子的話，吞進去是會消化不良。好，那再過來是講像性蟲的部分是，又到研究又顯示是講你控制唔好的牙周病，那細菌就會比較多。對。那有可能平應機的免疫系統有唔好的事件，咁有可能你細菌是會走跑到你的血管底部內，變成一種血栓。那這種血栓就會引起心臟部分、性蟲部分的問題，嘿。那體上部分是所謂的鼻竇腔，因為鼻竇腔到你的鬆牙，在上面抬牙的。該更上面的地方，所以如果說你的鬆牙又發炎的時候，該細菌呢是會就到你的鼻竇裡面去，那有可能是變成一種鼻竇炎之類的。那如果我本來就有鼻竇炎，會更嚴重影響。有可能哦，哈，因為你鬆牙的牙筋啊、牙條該導致動靠近你的鼻竇，所以你的鼻竇又發炎，啊，它的牙根也發炎，那他們兩個就很容易會就是交流在一起的時候，那當然鼻竇炎就會變得更嚴重。是，所以唐先生講警醒哈，其實真的不要小看牙齒，不是只是美觀的問題婷婷，你也是會習慣嘅問題婷婷，佢可能會影響到你動到其他身體嘅部分。如果先生剛才講嘅時間，大家聽手就談到，我們講的第一個，我剛剛聽到一個動貫天嘅事，嗰是牙周病。公司才會你下動到向前面係講看天時嘅時間，大家聽手要注意，對不對？哇，你抽牙齒抽嘅時間，當到廣告是會講，你有沒有流血的？這個牙齦出血的問題，小心你敢牙就平。所以一開始到大家的分享，就是其實牙周病堵牙喺你國人裡面，其實很容易的人，動你很容易就有牙周病的問題。應該係啱講，其實牙周病呢是一種年齡，你越來越大的時候，牙周病自然而然就會產生。因為你嘴巴底尾肚內本來是動到細菌，好，那當然因為你
年纪越来越大了之后，你的抵抗力是下唔好，唔好的事件呢，有可能变成这个细菌其实下多。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会破坏你牙齿周围牙像你牙痛肉啊，或者是齿槽骨的部分，该是还叫做牙周病。因为一般你讲到牙周病的时候，其实它不因为像一般牙齿痛来久，牙不一定是动痛，就动害怕。可是它是讲你某一注意，它是会造成很严重的状况。我们一般的理解安容易，那边有老大家的分享，主要的有牙周病的因素，像线上刚还有讲到嘛，对不对？年龄嘛，那这边有线上带了一改是牙菌斑跟牙结石。其实牙周病最主要的个原因是你的牙菌斑。牙菌斑是嘛个呢？是你豆牙齿上条改成我们俗称的牙垢。该是牙菌斑。那基本上呢，牙菌斑没造成你蛀牙、牙周病的原因。对，所以。你会当你每走在讲，就是就算摸洗东西，也会有牙菌斑。对，所以你因为摸洗东西没洗牙齿哦。所以比如说像俺不饶的水墨的时间，你真的好认真刷牙，刷得很认真，从牙齿抽到动墙里讲，就是水墨。如果你造型恐惧嘞。都还没有喝水，然后帮从牙齿自谦，其实那时候口腔里面有可能也有很多的牙菌斑了吗？有可能所以这就是牙菌斑。然后好牙虫是变成牙结石，对不对？应该要这样说的是，牙结石是另外一个原因，它是从你的唾液，是你的口水地北毒本来是有掉一些离子，该掉离子呢是会沉积变成牙结石。对，那牙结石基本上呢，你没法吐气该落去洗剔，那这时候给抖该倒就会增加牙菌斑附着在上面，它就会变成牙周病会更严重。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就会讲，你听说天气有一本牙口去洗牙齿洗，做啲洗的牙结石嘛。你讲到两边，大家是不是想到，除了你用英讲，其实口腔的保健一定是最重要的，对不对？不过两边然后大家的分享，到底有哪群人、哪一种类型嘅人好容易会得到你讲的牙周病？比如说，提在有可能是个糖尿病。糖尿病。糖尿病最主要是因为你个血液地北毒的血统没控制好，造成的这个所谓的代谢性的疾病。那因为血统还够。所以变成说，它更容易造成牙菌斑的堆积跟细菌的滋生。所以像有糖尿病引起的牙周病是下控制唔下来，原因是都俩到嘞。好，那第一部分是该不染的因哈。那不染因本身因为该染地北毒有的成分叫做焦油，那个焦油呢是会更让像牙菌斑或者是牙结石附着在上面，而且重点是气气嘎是谁唔强好，那谁唔强的话，当然就会造成牙周病和难安虫。好，那第一个部分是烟地北毒没有尼古丁。好，那尼古丁本身是会造成你的钙血液循环比较不好等等的。换句话说，你地北毒的钙唾液啊、口水啊，没会下烧。好，所以这些都会造成你牙周病下让养虫的原因都该好。那像像你其他的像又是配来肉啊，哈，或者是像有性红的因啊，佢的钙荷尔蒙是会有变化，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的口水分泌的部分。那因为口水分泌的少，所以牙齿齿甲变下干净的能力是会下降。那牙周病控制就控制不好。是。好，那最常见的就是齿甲本身的钙习惯不好，对，习惯是不好，是不好洗牙好，然后又不好去环境上，那有可能佢的牙周病是比平常的因，好有保养感因类的嘛。含氧虫来讲，还有机会得到。讲到两片时，大家是不是想到讲，因为头发有当到老人家，佢会去讲，哎呦，牙齿泡泡，
当到阿婆这样讲，嘿，我们叫牙齿泡泡，就是你讲牙冲肉到牙齿之间，好像有点摇摇的，上去哎呦，牙齿绕牙齿泡泡，哎，拢讲哎佛耳台啊，可能这样讲，可是。有可能是牙周病的原因，对不对？因为有可能是一定是牙周病，那就是所以你佛耳台啊，你佛耳台，所以对，所以一般来讲，其实还是简单到用气朋友的分享，你要如何自我检测你有没有牙周病？哦，比如说可以观察自己的牙龈，对不对？最简单看到的是如果根本你的牙创肉啊，会流血，该流血咪讲，你洗牙洗就流一点点，那有可能佢平常会时间吃东西其实有感觉，该其实就是表示刚牙创肉时发炎的情况，好，那就是牙周病的前兆。对，李亚平到台家咧经历10大症状自我检测，所以我李亚平然有一种吼，你自己系唔系用牙周病？你啊绕墙你天时记面前改用心培育，你啊走在看到天时旁边有石台嘛，对不对？你大家咧我们赶快来一起来自我检测一下，譬如讲第一点，这种牙龈缝隙系咪又变大？因为像你有牙周病的你呐，有可能佢的牙创肉是会流血，那流血退了后，有可能佢的牙旁是会变比较大。好，那有时候从后面那个什么牙齿会绕类啊，咬起会磨力啊，好，那个都是已经是很严重的牙周病了，这样。好，所以其实用气朋友可能有干哈有失点，对不对？还有你昨天那种逼来那种急你有强你来用气朋友先聊下，记到不用聊些，你不用公告嘅些昨天打勾一下，你大家转去咧分享下到底你有牙周病嘅问题冇，所以聊下，等下就转去。欢迎到大家来分享牙齿嘅问题。上段节目你讲到牙周病，你有列出10大自我检测的症状，所以其实牙片有牙齿架嘅自我检测的症状，其实应该是这样讲。我打勾的时候，目前还是勾了一样。就是从牙齿改时间，有时候牙龈会出血，所以我会特别去注意。其他的部分呢，我唔敢讲完全冇，唔讲我刚刚系讲，老去讲到动牙虫其实还好。所以如果抹牙线上，如果打一个勾容易出血，这样子是不是也可能会有牙周病的前兆？应该系讲像伊犁啊，佢讲佢牙创肉容易出血、流血，那基本上该是有可能系因为牙创肉发炎。那牙创肉发炎呢，通常就是牙周病的前一步。该意思是讲，如果根本因为牙创肉流血啊发炎，你冇去控制，该有可能佢是会变牙周病。那像其他的牙创肉的棚变下抬掉，该有时候是像你年纪下抬因啊，佢有可能佢牙旁本来是下抬，但是你阿导讲的是有可能讲比如说你流血流退啦，牙创肉流血，然后越来越久之后，该牙棚变下抬，该表示是有可能系牙周病。那其他像你该本弄和系牙齿围绕啊，甚至是觉得说咬起来没力对，因为没有力，因为它就是因为因为咬摇动嘛，然后或者是说你的牙齿甚至是已经久违嘞，该表示是动牙虫嘞。那比如说该地尾毒有一项是该你的嘴巴地尾毒又该臭臭的该味道，该没有可能是发炎的关系。对，因为以前他有把头数改时间，那时候医生都牙包，就是在牙龈的时候长一个牙包，然后就会觉得凸起来，可是又不是蛀牙，那个就是牙龈发炎。对，该是系像你的该本脓啊，嘿，该是系牙周病类。那像牙包
本通是要去看医师？哦，当然是要啊，不是自己在家里看到会不会消下去？不行，只要是看到牙包和本通，就一定要赶快去找牙医师哦。因为头发没动动，因为用偏方，对不对？有可对。好，这个等下有时间你长会讲哈。所以讲这边有刚下该10点哦，大家做在检查一下，自我检测，其实不会太困难。是对你，而且动动因为讲，我的牙龈有这样肿胀、变色或什么。起码该都会否一台。当然，如果该段时间可能你吃了一些比较辛辣的食物，当然有可能会让油。可是不要什么都认为是火气大，对哈，所以就一般性上可能还没有牙周病的前兆，或是不是已经很牙周病嘞？不过讲到牙片，除了牙周病之外，也会有很多行为，你以为走动动时间其实很伤害我们的牙齿。错，比如说不注重保健就是一个。系啊，冇停息去看牙医师啊，唔想本性上谁啊？对，这个部分是动物危险的部分。不过，你这边提出一个好有趣的哈，大家会讲丑牙齿，你听出来动眼镜谁牙齿，动眼镜的丑牙齿。不过，两边老大家来分享，第一个丑牙齿总得强体力。哦，系啊，因为就是要大力才会干净啊。对呀，你洗按台里，你没有洗到正确的位置，它很会强啊。因为其实虽然说，你也该牙手看起来像你软软的，可是实际上呢，那上面的该刷毛，它也有一定的硬度，所以你从台里的膝盖，你是都该锯你的牙齿。错，好，所以我们就是轻轻的刷，慢慢刷，把全部的牙齿刷完就好了。不过讲到牙片，一般来讲係講，你只是當繞 Q 你對洗牙齒好好地洗排牙齒都得洗到20分鐘。係啊，按你也該貝氏刷牙法的建議，對，因為你100時洗2顆牙齒，嘿，那你2顆牙齒差不多要刷30秒的話，全部刷完，外面刷完一圈，再個地背都又刷完一圈，差不多每是20分鐘到30分鐘。所以上次係講你講，你強下去看天，然後咪不然去看週末電影院，我愛先洗牙齒，我早上就等就水睇你要冇，因為洗20分鐘。不過牙片講到洗牙齒做牙片貼片，然後用輕片來分享。因为医师刚刚讲的是比较正确的丑牙齿改风式，可是大家会忽略，因为你都随便刷一刷，可是事实上医师有提到，其实最重要的是牙龈跟牙齿那个接缝的地方，对不对？包括按摩牙龈。是哦，你想讲洗牙齿，开始洗牙齿时候，对啊，就这样刷一刷就好了。好，其实老实说，最容易囤积牙菌斑的位置是牙缝妞和牙齿交接的那个地方。那基本上你洗牙齿一定是一半是洗你的牙缝妞，一半是洗你的牙齿，并到牙齿咯牙缝妞交接的那个位置上，该也长正确的刷。容易讲到两个相信动动因是会发现他们洗动动眼的牙齿都洗错了，因为一般来讲洗牙齿就是洗应该牙缝妞捞应该牙齿，就是牙龈牙齿穷它都会洗，不是只洗牙齿而洗，而且甚至要按摩一下牙龈，对不对？好，这是你讲到丑牙齿改，还有大白咬好硬改东西哦，动动因好是骨头哦，对不对？啃骨头，一咬还穷硬。完蛋，那其实变态了呀！我也有这个经验，所以基本上从最近啊，秋天到了，你的大闸蟹是盛产期，所以你的乡亲如果真的要吃大闸蟹的话，是莫拿这个牙齿来啃，因为一定会输，一定会输哦。所以讲到牙好牙，比如讲莫穷偏咬啦，好牙片有一个很恐怖的，把牙齿拿来开瓶。哦，系啊，好冒险哦！目前你有种因是为个习惯啦，其实为用牙齿来开盖像你滚的盖瓶子有没有？瓶子的盖子盖滚的盖子，基本上牙肉盖咬硬的东西是一样的意思，因为有可能牙齿是会变态。哦，所以呢，我们先看一下，喝完汽水立刻刷牙，这样总的。应该要说，是因为其实大家都忽略一件事情，是流水本性是很酸的。虽然说它有放
糖，所以啉起来好像甜甜啊，冇感觉。可是实际上利用水本性是会酸的，这样子你啉太了之后呢，那个我们牙齿的表面就有点类似被酸蚀了嘛。那如果这时候你马上是会啊，那有可能就会造成牙齿的伤害。所以其实淋完利用水之后，你就得休息下，差不多等20分钟到半点钟，然后再去洗牙，对，还好好。所以2点的时间淋洗水，改时间淋凉水用2板，所以洗牙齿，用长对你的牙齿做在保健吼。不过最尾呢，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讲你用牙签剔牙改习惯，然后还讲用牙线，用牙线是好的，可是要注意，也不能去伤害到牙龈，对不对？因为该牙线本身很切的，所以你用到该牙碰特别多的时候，要把它弯，就是弯个C字形，好，莫切按录下去，那有可能你牙床扭时被你牙线受伤了。不过讲到牙片哈，我们又绕线上讲丑牙齿有正确的方式嘛，对不对？我们一边来讲这个丑牙齿整口改缝隙，其实次数很重要，对不对？对，次数以及牙齿牙刷牙手改选择，你俩现充时有3支牙刷哈，其实说真的哈，就这么巧，这些牙刷我真的都使用过哈。我们先讲第1支，其实像这一支牙刷，我自己真的用过，可是我用的时候我很容易受伤。系啊，因为这个牙刷盖刷头真的是挺台嘞，很大，对不对？对，因为从市面上动豆盖牙手，因为它是欧美品牌的，所以欧美人是还够台嘛，你推翻音有可能冇按够台事件，因为嘴巴是冇按台。对，好，盖牙刷的刷头有按台膝盖，你就常常很容易会去撞到你的嘴巴里面，或者是你是神墙，对，因为洗不干净，因为刷头太大了。对，说实在的，而且你可能我有摸过它的毛，我觉得它的毛对牙来讲洗才会，我牙齿两张毛好硬，所以我刷起来会觉得它好硬，而且这个头很大，大白卤的时间冲到后面的好受伤后面。医师，你真的我知音你真的是我知音，你怎么知道我刷？我就是，而且雄亲朋友我也这样排神，大白羊手也是，我一手说我就觉得这里冲到，因为盖刷头挺台嘞，是表木头盖下后面的地方，所以其实走的线才按用好洗感，所以你要这刷毛，难面移了就觉得比较软，所以这样子比较好。对，是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就是用下软的牙刷，软毛的牙刷，然后轻轻刷，刷久一点。洗下揪掉，慢慢洗是好嘞。所以其实简单讲，伊类是慢慢洗下揪掉，莫先挺台个牙齿，手个毛好软嘞。乡亲朋友啊，第一当已经冻伤，系讲其实手牙齿手的已经外翻了，你知道当已经牙齿已经外翻，这个牙刷要换了，丑吗？当然，依然可以把它转个面哈。你动简单的检查的缝隙是看在牙刷的背后。好，如果说你那个背后款都该刷毛都已经被切了，是已经岔开来了，该是问题嘞哈，问题嘞哈，哇，乡亲朋友会知道哇，其实牙齿丑牙齿牙手该现在咪安重呀，不过还有嘛该冻重来吼，聊下等下哪总来讲。你今日绕墙到线上来到节目地图，让大家来分享牙齿哈。其实讲实在话，讲到牙齿保健，做啲讲嘅非常多。你今日讲嘅好简单嘅，比如讲用用来冲牙齿，用来显整呢个牙刷嘅。你要让大家来问一下，到底係乜嘅時節咧洗牙齒就係最確洗到最正確嘅時節？应该是说，嘿，当一啦，该什么1000该白，这一次很重要，对不对？最重要，嘿。那平常的时候，像你洗推东西啊，你想洗下牙
牙齿该是圈走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你水墨一千该白，该白是彻底让你牙齿塞强哈，就是像我说的，该塞太差不多也要20分钟到30分钟哈，还有可能该牙线呐哈，或者是牙尖刷，该全部溶脱。全部容易变，上走的是水墨。这种感觉，因为感觉有点成功。你有水墨之前要全身大清理改感觉，所以你的水墨之前该白该丑牙齿是从性上讲的，你要抽到非松改溶性。其实大家不是这样讲20分钟。你有做在练习，你该技术啦。其实我想你做在紧看电视、紧做牙齿，就当你去听出来到面喷前面，因为佢会流出来呀。你讲你的练习下是讲你讲从20分钟，你是紧看电视，两记紧凑。系啊，你也唔会迟到讲好久按久，所以不过造型系讲习盘习体，系讲你要去从牙齿，那当然是非常好嘅一个保健的方式嘛，要习惯。不过水墨前听从啊，刚刚想问一下，因为讲两下嘅习惯是我们手改修改搞弱，所以红起来第一件事情是先从牙齿。到底是先从牙齿长习盘，还是先是早餐长我从牙齿嘞？应该是说呢，因为你水墨以前改白已经谁都动墙里嘞，所以你红起来呢，有可能是是谁啊？但是因为你水搞墨红起来啊，嘴巴底背都会盖口气是很好嘛，所以基于礼貌关系，或者是说你的性的感觉的问题的话，那你当然相对提一件事情是先洗牙齿，这样是东西会较好，会较好哈。该像係你講到牙數，該牙膏咧，你看牙膏琳琅滿目，非常介多。比如講要抗敏感嘅牙膏，比如講要潔白嘅牙膏，係咪冇嘛？哇，你連續用2禮拜。所以早点用音，请解释，因为看线上的表情是不是讲第不都有机关系吗？其实基本上呢，用来做牙膏是圈走的重点它系强容是你洗牙，该牙手边位该位置为正确是像你讲的，会边到该牙葱用落牙齿有交接的地方慢慢洗下揪掉那至于牙膏的一个选择的部分像你用为该敏感性牙齿其实让的东西有可能是会有感觉该有可能是适合用我们的抗敏感牙膏因为抗敏感牙膏对北毒呢，它会有一种成分走在漏你的该牙本质的该小管的开口把它封填起来其实还会敏感，所以系讲你其实系好敏感嘅牙齿，其实做得起卖抗敏感嘅牙膏内容是可以的，对。不过讲到咧，所以其实线上讲其他嘅牙膏都做得啦，竹炭的啦，它这里选择很多。不过就是从牙齿嘅方式特别注意。不过讲到咧其实带起牙膏，还有非常多嘅洁牙产品，比如最简单讲漱口水。就东东广告会讲，你不要，你莫把头丑天牙齿就已经没问题了，一定要再用漱口水。比如讲，那个是一定不一定，该唔系一定的。我是讲，因为基本上最重要的还系洗牙的方式像漱口水呢，是讲你的该嘴巴底部都有发炎的时候，你才会用漱口水。那如果平常的时间，你会该牙冲肉摸流血啦，或者是摸发炎的话，基本上你洗完牙齿之后是不需要用漱口水。该系讲像伤心，你会发现讲你的嘴巴有一些伤口的时候，系讲你有一点点该漱口，是可以用漱口水吗？做点吗？应该是说伤口是应该讲说每伤口会像因流血或者是发炎的感觉或是破皮有时候比如说嘴边两片破皮破皮总对啦，破皮总得用漱口水，破皮是款性上有可能擦个药膏之类的，对，所以其实这也是要注意一下，对不对？也不是说
表示讲你当你都会用安样个东西，当做在保健。当你会用的东西是诶牙刷、牙线，弄A列钙、牙膏，当然有人有用牙尖刷，牙尖刷也是每天要用的。对，有一种牙刷，西藏讲的牙尖刷是那个细细一支，就是牙缝可以穿进去的。那还有看过一种牙刷哦，那个好小好小，就一小撮。哦，那个叫做单数牙刷。单数牙刷，那个需要用吗？那个是有一些特定的部位或者是特定需要的人才会用，对不对？好，我们讲到鸦片的世界，其实今天有个好有趣的议题要跟大家的分享，其实也有对口腔有益的食物，就你讲对你口腔保健好又溶出来食物，这个我看到的时候实在是太惊讶了哈。对哈，就是比如讲你口鸦片又水果，又水，这个很有趣。应该是说其实这些食物啊，都是对你身体有帮助的，对身体有帮助。那只是说它对于口腔上面有帮忙的部分，像钙、昆锤啊，白日啊，令狗啊，俩掉是因为这些食物里面是冻到纤维质。那纤维质本身，你都爱咬的时间呢，你是会帮助牙齿达到一个清洁的作用。所以其实是清洁，比如讲像菌草，因为它有纤维很多，你是该调楼改菌水系统，很容易还吞不下去，有没有？要吐出来，所以其实有一点清洁作用。是好。那像钙，比如说优格啊，或者是起司的部分因为基六地北毒内有富含钙的部分那可能会增加我们身体对钙质的吸收，那冻扔对我们的牙齿是有帮助。好，那像水啊，那不用讲，水或者是钙薄荷那基本上因为喝水。其实就是在做一个清洁的动作，那当然会刺激你的钙油水的分泌，那也会增加我们清洁的能力，那当然其他像是绿茶或者是洋葱啊，是有研究显示说对不对有一些成分对于我们这个口腔里面的这个菌种、细菌啊比较有抑制的部分，那可能就是会有帮忙我们口腔达到一个健康的这个状态。但是老实说，像洋葱啊，是会口气是还不好闻所以吃完之后呢，记得洗下牙所以之类的。牙齿保健安从啦，我们讲也益辛苦讲到鸦片，所以你讲到鸦片，其实所以还天气本身上来看牙齿，天气本身上来检查是洗牙，也非常该重要嘛。好，所以你大家来做个总整理，讲到鸦片，所以你看第一係講做燈是盡量莫保染，冇錯，要凍蟲啦吼。其實就是了當然眼倒入來，就是凍到都講莫保染呢，你要牙齒來係。还有嘞，对不对？从牙齿改缝隙而紧扣。哎呀，像你刚刚一直提醒大家，就是讲你刷牙的时间啊，你牙刷水不用到牙床用落牙齿交接的地方，每洗你的牙床用，每洗你的牙齿。嘿，注意洗牙床用。一定要记得洗牙龈、洗牙冲油，而且最好是可以用软毛的牙刷以按摩你的牙龈，对不对？那你说均衡饮食，当然了，少吃甜食嘛，对不对？因为会又通嘛，对。天气以检查你的牙齿，听出来溶牙线呢。好，讲到牙片，你来问一下，在倒在一般应该讲像你有去洗牙，结球洗白。像你如果是台音的部分啊，就是按照健保的规定的话，因为你每半年是6个月，是做对台杠，但半年是洗白，是做对洗牙，然后检查一遍，然后像学音啊，比如说上小学之前有需要的话，大概就是2到3个月是做对检查，大概头数为洗音是差不多是3个月到半年是检查一遍，然后
音，哎用水喉，嘿，错。所以其实讲到两片吼，我想先基本应该乡亲朋友谈到理解线上按咪世界分享是袂讲，其实雅词界无起，冇大家上界按难吼。不过大家有发现冇，基本谈线上讲到按多，讲来讲去，讲来讲去，其实讲的就是要有规律的生活，一般都会按样讲。还有嘛，改咧，你要尽可改洗雅词，还有你洗雅词总得洗2分钟，系讲总得从最好洗20分钟。嘿，按不然改白提重了哦哈，所以希望大家哦，直接得到按好个知识到地区哈。哎，师母一定基本欣赏对两片分享，师母哈，师母大家好，哎，今年下来咧，除了洗牙齿之外，先来做运动了。